續來看，有一間娛樂公司有一個外號全台灣上大的鰻魚，講這公司的負責人會請工程師使用 AI 系統來搶票，然後再個漲關價來賣票，用這種方式賺差價是賺甲油細細。檢警蔣家人軀體到案，查扣到演唱會門票將近100張。要用對方法才能得到大量的票源。接受出名 YouTuber 著名的訪談，分享賣鰻魚票幕後的秘辛，自頭到尾攏正大方。伊就是全台有上大鰻魚之稱的娛樂公司的負責人，昨去互檢警軀體到案。掠佇社群拋出地國內外看演唱會的相片甲影片，甚至佇周杰倫萬古站演唱會外口擺搭，一群都賣出6000多張的門票。無論是韓流天王 GD， 也是當青的女團，或者是美國的流行天后泰勒斯，這個前排唱的演唱會，盛大的負責人攏有在調買到票。一場的演唱會就賣出上千張的門票，對於盛大的負責人來講是倒定年金。凊彩估計，一屆的收入對當破千萬。賣片2場，賣1000多張，1600吧。以2003年南韓女團 BLACKPINK 佇高雄的演唱會來看，原價8000八門票，盛大的負責人分區開價25000到45000，相關花到原價5倍多，也是有真濟人來買。I would say pay is down, like hands down one of our favorite cities ever. 盛大的負責人了後更加轉型，將做演唱會的主辦方。驗過台北地檢署調查，發現醫師底下技術繼續請工程師用 AI 搶票，才個關價賣出去。蔣將人軀體到案，查扣賣100張的演唱會門票，問話了後向法院申請羈押。如果經法院判決有罪，單一次黃牛行為，按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規定，最重可處3年有期徒刑。利用買獎對名稱喜愛賣鰻魚票賺價差，相關可能會封關3冬，而且就要面對着50倍的罰金。